繼續來看，印度被偏介泰蘭薩拉，引致泰來蘭馬界天機，寫到一律境內見到人界流氓土崩人。那既然話有引致印度政府愛發展觀光，有靠咩係而建議增加觀光熱潮，雖然為泰蘭薩拉帶來經濟嘅發展，但是人潮多等等來嘅係垃圾嘅問題。雖然土崩流氓政府提出清潔計劃，印度當地嘅邦政府未立法禁用塑膠袋。但是還係無法度主動民眾清拆抌垃圾嘅行為，所以使用民間環保組織發起清散嘅行動，係邀請國際志工大禮拜古天界來揭山清理普通嘅垃圾，未記下社區環境嘅教育構築，希望改變民眾嘅生活習慣。居高症，所以我根本不敢看下面。就算我夾唔敢向下背靠，志工還係堅持要嚴起三排巷嘅垃圾。世界台灣志工世界發現，比到印度泰蘭薩拉參加清晨活動。他發現，垃圾是這裡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那你會覺得這裡是一個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的基地，可是為什麼外在的環境可以髒成這樣子？這是我不太能夠理解以及接受的，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應該要做一些事情。我去年嘅出面規天內嘅垃圾，按樣環境殺害生牛、青色嘅蔬菜，泰蘭薩拉按合作，一時引起泰拉喇嘛嘅關心，還可用流氓政府嘅經費，主動承擔變數泰蘭薩拉嘅工作，將人力當日來變記錄項嘅垃圾，來補印度官方嘅唔拉，不過成效稍有限條。中共也40多年來，土崩人都搶起加大鴉片，泰蘭薩拉還係印度政府幹嘅。生活那些不喜歡，還是不喜歡哦。不喜歡，跟那個西藏不一樣。不一樣。Sometimes we feel very shy because Dalai Lama always say the environment, and we stay here. But things that not only Tibetans here or not local people, but many tourists. 事實上，印度按合作，官方也是提出對策。泰蘭薩拉所採嘅起碼建議邦政府和規定規範嘅做唔得用塑膠袋嘅，不過對亂丟垃圾是無法嘅方式，環境冇因為一樣改善。We use natural leaves to eat food like banana leaves. So we just eating, we throw, right? So now we are using all this man-made stuff like plastic things. We are still throwing, and they're not aware of any of these things. So they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plastic. 生活習慣係慢改變，共同服務又減少，這是正漸日嚟開唔贏嘅銀行量。尤其從5年前開始，印度政府10萬個推廣局設立了板球場過後，大禮拜還較上嘅幾千上萬嘅球迷銀行，本泰蘭薩拉嘅垃圾收銀污染問題還較嚴重。自2009年開始呢，呢個是暫時一個組織嘅好手客，有超過40個國家大概志工呢，去上野採用一座山，泰蘭薩拉最有名嘅土家蔬菜，或是營養垃圾，一禮拜都係清潔100公斤咁多嘅垃圾。第禮拜變成100公斤嘅量，老幾隻泰蘭薩拉冇在歸印度來比，係當少嘅。不過環保組織垃圾暫時因為，第禮拜有冇弘揚國家志工。揭散營養垃圾嘅行動，也挺企業社區環境教育，唔到底嘅來改變菜地居民老人客嘅生活習慣。客家新聞陳建明，對印度泰蘭薩拉採訪報道。